这是印光大师跟我们教导的。印光大师在座各位，你们要明白，他是大势至菩萨来转世的，为了要度化众生，他曾愿再来。以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退位，就是由观世音菩萨来接任。观音菩萨到一段时间他退位了，就是大势至菩萨在西方成佛，然后广度众生，接引这些所有念佛到极乐世界成就的人。所以大势至菩萨绝对不是普通的菩萨。那么他跟我们讲一段话，这个是修行非常重要的观念。任凭你志同圣人啊，就是说，就算你的智慧跟圣人一样的一般高了，智慧跟他无二无别啊，没有差别。你跟圣人是一样的，你的智慧是非常卓越的，非常高超的。当悉置之度外，但是你一定要清楚，应当全部都把它放在外面了，丢开来了，甩掉了。你不要靠你的智慧以为你可以成就，就错的。我们生死的关头，面对要离开娑婆世界舍报往生的时候，各位，不是你的智慧就可以解脱的。你读书，你的学问很好，可以解脱的，不是。你的名分地位很高，这个靠不住的，帮不上忙的，使不上力的。所以各位，你看印光大师说，就算你的智慧跟圣人一样，但是你必须应当要全部把它抛开来，将此一句佛号当作本命的元辰，誓求往生，应当要将这一句佛号抓得紧紧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要抓得紧紧，这是你救命的仙丹。你想要跳脱轮回，想要离开黑暗，唯一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一句佛号，一定要称念的信心记住，永不改变。平常我就是念佛，在最需要的时候，自然名号就从你心上源源不断的上来。所以你平常就是要念佛，将这一句佛号当作是你本命的元辰。什么叫做本命元辰呢？就是唯一能够救你生命的，没有第二样。就像我们在大海里面啊，你不会游泳啊，船又翻掉了啊，那你在那边载浮载沉啊，非常可怜啊。这个时候求救无门啊，你一直呼号啊，救我救我救我。突然间有一个人看到不忍心，就丢一个救生圈啊，啪给丢给你，你抓住它，你抓得紧紧的，就好像你的救命的元辰，唯一可以依赖的这样一个抢救的东西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你就把这一句佛号当作是唯一能够救度你的，那么你誓求往生，我发愿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往生西方。念佛一法，念佛这一种方法，尤其专心无二，尤其就是特别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念佛这一个重要的生死大法，指的是什么？就是要专心无二。专心就是非常诚心，没有二心，就是没有第二个想法。我唯一能依靠就是阿弥陀佛，我唯一要去成就就是阿弥陀佛，没有第二个想法。我专心无二，纵将经藏读熟，纵然你已经将所有的三藏12部经典都读得很熟了，深入经藏啊，智慧如海，你都很高超了，对道理都很明白，但是仍然与生死无关呢，跟生死一点关系也没有的。你到最后不是靠你读很多经藏你就可以成就，不是的，是你内心当中要靠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是他力，阿弥陀佛就是你称念他的名号，顺他的愿，他救度你，是这样子的意思。各位，所以如果你今天知道哦，原来有这么大的关键呢，这么重要的理由在里面，那我一定要知道把名号抓得紧紧的，抓得紧紧的。你学其他的东西，写纸写笔，你看写这个又写那个，你的心忽上忽下，
没有专一，那到时候你这些东西学的跟生死没有关系，没有牵连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念佛是多么关系重大呀，是关键当中最重要的关键，知道吗？是对你生死有关系当中最大的关系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这个是印光大师告诉我们的道理在这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